你知唔知道 listening part B 你只需要聽一半就夠你攞5星星嘅呢？這個一定我馬上話你知。嗱，其實個原因好簡單，因為考評局淨係準備咗一段錄音俾 listening part B 嘅啫。點解啊？第一，因為咧佢嘅設計原意就係想啲考生聽完段錄音就已經可以自己去揀究竟佢答 B1 定係 B2。第二，考評局出晒名懶噶嘛，所以基本上無論你係答 B1 定係 B2 都好，你只需要聽一半就夠你可以完成晒嗰個部分嘅任務啊！事關一段錄音一定有一半係 B1， 一定有一半係 B2 噶嘛，咁所以你聽錄音之前，你嘅任務其實就唔係亂咁好似遊花園咁樣睇個 data file， 而係你係好有目標咁樣揾，究竟你答 B2 或者 B1 嘅時候，所屬於你嗰部分係啲乜嘢，以至到你已經聽錄音之前有個預備，知道你要聽個一半究竟係嗰邊一半啦。喺嚟緊嘅講座裏邊，我將會示範更加多嘅考試神技，所以大家記住踴躍過嚟參與啦！我係邊個？我係 ET 王，你嘅 English teacher。